来看捷运环状线东环段工程连接台北市中山区、内湖区的东环段 CF710区段标工程哦，今仔早起动土路。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，东环段完工了后，内湖科学园区往北到树林站只要11分钟，往南到信义区的上山站嘛只要14分钟哦，应该会当来解决来科上下班塞车的状况。 这个区段会从滨江国中一直到周泽二公园，再到大港园公园，所以会行经敬业3路、乐群2路，再到瑞光路，所以这里确实都地下工程，所以我再三的要求同仁务必做好完善的配套，也势必一定要将交通冲击降到最低。 外界嘛，只关心讲时间持续真长，港务相关的交通疏导的计划，蒋万安是强调讲，交通维持计划嘛已经送交通局审议，后续时间的过程会尽量来减少对交通，还有对附近民众的影响。